男生女生都得知道的避孕方法有哪些？2020年，英国一名21岁的女孩服用了避孕药，最后因为避孕药产生副作用不幸死亡。2021年，印度一男子与女友激情四射的过程中，情急之下居然用了强力胶避孕，最后因为避孕不当而死亡。像这样避孕不当的案例还有很多。那么今天闲聊杂谈一个项避孕的那些事。如果有固定伴侣，可是伴侣双方都没有生育需求的情况下，避孕是一定要做的事情，能避免女性意外怀孕，还能减少对女性身体和心理的伤害。而正确的避孕方法主要有这几种。一、男性使用避孕套，很多人情到深处，在爽和安全这两个词中，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爽。总有人觉得不用避孕套会更舒服，这只能说这是你的心理作用。用了避孕套不仅舒服还安全，避孕套是现在最安全、副作用最小的避孕措施，避孕的成功率高达 99%。 避孕套不仅能避孕，还能阻挡病毒疾病的传播，甚至还能延长男性的时间。这种好东西兄弟们还不用吗？二、口服避孕药一般都是女性口服，但大家一定要搞清楚，要吃的是短效避孕药，可不是紧急避孕药。紧急避孕药十分伤身体，但短效避孕药是一种有效率高达 99.6% 的避孕方法。这个方法目前也相当成熟了，因为短效避孕药只是抑制女性的排卵，改变子宫内膜和宫颈粘液的状态，不仅效果好，而且安全性还很高。只要停止服用，身体就能恢复排卵。只不过有的人也会出现恶心、月经紊乱的情况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医生的帮助下才能服药。不过除了这两个，还有更安全的避孕方法，男女都要知道的避孕小知识。三、结扎手术。这种避孕方法只适合已经生了孩子之后不想再生孩子的夫妻，因为这是一种永久性的避孕手术，不管是男女都能去做结扎手术。男性结扎叫做输精管结扎手术，女性的是输卵管结扎手术。手术过程就是将输精管和输卵管剪掉一部分，然后缝合起来，这样在性生活的过程中，精子和卵子就没办法输送进去，自然也就结合不成受精卵了。而男性结扎比女性结扎安全性更高，避孕有效率也更高，所以建议男同胞们都自告奋勇。四、皮下埋之避孕法。这个避孕方法其实10几年前就有了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，就是女性在皮肤下埋一个含有孕激素的平埋剂。这种平白剂会定期在女性体内释放孕激素，孕激素缓慢释放，能改变你不行宫颈粘液的分泌，导致宫颈粘液变得更加粘稠，这只精子想要穿过子宫就更加的困难。不仅如此，孕激素还能跟女性体的雌激素对抗，抑制子宫内膜的生长，这样受精卵即使形成了也没办法着床。这种避孕办法的成功率可是高达 98%到 99%， 但副作用是会导致女性体内激素水平不稳定，甚至会出现恶心呕吐，还有动不动流血的可能性，所以对女性的身体伤害还是蛮大的。五、宫内节育器。这种避孕方法就是很多人知道的上环，医生会将节育环放在女性的宫腔内，这避孕方法过去在我国女性中非常的常见，但是这种方法其实对女性身体有很大的伤害，不仅会导致月经增多，严重的还会动不动就出现腹痛，甚至导致盆腔炎症等疾病。说完了正确避孕方法，再来跟大家讲讲错误的避孕方法。这些避孕方法男女千万不要用。体外射精，这绝对是男女生一直以来最错误的认知，只要在最后一刻排出体外，过程中不使用避孕套也没关系，但实际上是体外射精的怀孕的可能性还是有 3% 到 5%， 因为男性并不是在最后一刻才会排出精子，只要男性兴奋起来，分泌出的液体都有一部分精液，只不过精子数量很少罢了，甚至前列腺液中都有一部分是这些液体，在女性体内就有怀孕的几率。就算是体外，如果一不小心而到了那个部位，精子也有可能偷偷溜进去，只要精子活力好，女性怀孕的几率还会更高。所以在这里告诫所有女生，千万不要同意男生体外这个要求。如果他说自己以前也这么干，从来没中招过，
那只能说赶紧换个男朋友。他不行。安全期避孕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女性没有完全真正的安全期。所谓的安全期，就是在月经特别规律的情况下，排卵期前后5天，但女性的排卵期是不规律的。一个正常女性一辈子会排400到500颗卵，白一颗少一颗。如果女性心情不好，周围环境不好，吃的不好，都会改变排卵期，那么安全期也就不准了。有调查显示，安全期避孕跟体外射精避孕的失败率高达 75%， 所以是极其不靠谱的。紧急避孕药前面也跟大家说了，紧急避孕药不是短效避孕药，紧急避孕药只能在发生意外，不得不避孕的情况下避孕，然后还要在72小时内服用，12小时还得吃1粒。避孕成功率有 85% 到 90%， 但对女性身体伤害很大，恶心呕吐都是小问题，严重的还会导致腹痛宫外孕，甚至不孕不育。所以能不吃就不吃。闲聊杂谈，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。欢迎评论私信，咱们下期见，谢谢观看。